金融之路係嗰個前景係點？其實我自己過嚟先都睇過好多唔同嘅行業，最尾我就落戶咗喺 mortgage brokers。其中有兩個原因，第一個原因就係全球嘅華人都好中意熱愛買英國嘅物業，而我哋嘅受眾就係啲全球華人，包括講廣東話、講普通話、講英文嘅華人，都係我哋殺嘅。第二就係而家喺英國裏面有11萬人考咗呢個試啦，有幾多香港人考咗？呢個就係你哋嘅空間。同埋第三番，你自己數下，你身邊識幾多個持牌嘅 mortgage broker 係香港人？可能你數到1個2個都數唔到落去。呢個就係個市場空間。即係我哋有個比較，我都係第一次聽做按揭要係持牌，要去考試嘅。相對會計師啊，或者嗰啲咩 CFA 嗰啲，有冇嗰啲咁難嘅咧？冇咁難，大家放心，冇咁難。即係冇會計師咁難。但係揾錢唔少得過佢哋可能。哦，OK。如果有興趣報名，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嘅 FCA 官方認證英國按揭 CMAP 專業資格課程，即刻點擊連結啦！馬上登記 CMAP 資格職場攻略免費講座。